1992年，北京的和开发大呢，张的路马上就批到发乡。当年4月到10月嘞，像屏东玻璃村也特别还有暗内的风景，就讲是老天公的福音。玻璃村是本好多人同化的客家庄，至今还有几百年没听到人讲客的。不过，老祖公对原乡带过来的北京文化，到今都还保留着。阮这是较早，迄是广东来自迄个竹田的啊、起基啊，直接阮就是客家庄啦。这个布姜是囡仔我就有得用，啊到即马老啊，阮拢有得用布姜啊，拢咧捡茶。做这布姜较大丛，要来兄火哦，较耐啦，较定身啊，较好兄，较袂拗。较早阮若要做布姜的人，拢做了，拢烧生做，拢无通好做。即马布姜无人缀兄，毋知有通好四界都是。夹这茶较辛苦呢，较重呢。阮拢往头壳夹呢，我毋是往牛车遮呢。夹这头壳遮安尼夹，安尼夹，安尼吼，安尼夹安尼啊。遐好多人较无，阮遮客人较有得用这布姜啊。做茶要香火嘛是布姜啊，啊要来放迄茶水哦水水嘛布姜啊。向时的人吼，去甲即家人的茶水讲哦，即家人的茶水遮大水啊水溜溜啦。迄查某人就是有够强的，甲查甫人嘛是有骨力的。阮较早就是拢看像茶水较大堆了嘛，啊，无在茶摊子拢嘛茶水较大堆的吼。阮若出来就是要出布姜啊，就爱用布姜较好咯，迄就是有感情啊。北京的有很多浦江，我就北京，上头500公尺以下的矮山呢，但带就是灌木。当年4月的开发，可以到半夜研究，花细细绿叶，是吊彩色嘞，其是种草花丝，带有非法性的辛辣香味。台湾有当多地方就用浦江来命名，就像屏东新南村有浦江论是客家庄的位置，高雄闽南的新浦江那庄，台中泰安老台南山花有浦江那，云林西路老彰化秀水有浦江论庄，台南云康老名浦江头，台北北京的伫台湾也的土地上失踪当多。当年10月嘞，到反转年的4月嘞，恒春半岛有落山风，热天风采有暗多，台风竞赛，属性较矮的北京诶，就是有势的族群。年菜当出名的澎江滩，就会用北京诶烧出来的火炭。我们排湾族用母语的去讲的叫扔啦，就是这个布姜啊，就是黄杏树啊，它的名称啊。以前老人家就有在烧这个植物哦，你烧过了以后，它很有重量。以前都是用论重嘛，论重量在卖嘛。像一般的树头的话，如果10公斤的话，可能只剩5公斤了。黄杏树是不会，它只差2公斤、2公斤半，所以老人家喜欢用。300年前，老祖公去到恒春半岛开发，头下马就到北京的来烧火炭，烧好的对澎江出口到福建厦门同泉州几地位，故所就按到澎江炭。都係日本书的。日本人到恒春作当道炭业，要同烧好的炭大量送在日本，北京炭的后面上就係那多年底嘞。
目前这里面我们要烧的木头有青甘栗、乌心石、相思树，还有宝根啊，能塞我们尽量给它塞着，把全部给它塞到里面，不要太浪费。在烧的时候，它会释放它的味道。像我们放的黄金树用是生的，还没有干嘛，它那个味道也会比较重。像我们烧了几十年都知道啊，有香樟的，有相思树的，有宝根的，宝根的味道就像那个叶子一样，都可以分得出来。恒春半岛是客家、河洛同原住民各族群老等乡下海的地方，采地石油当多炭油，各族群呢当多人就以自己来落实。喺到玻璃村呢种青福，就是其中一3年。20几岁迄阵，我也做事务员，人烧火炭我拢爱夹牛迄个牛火炭，一档拢看偌济，安尼。布桥历史介长好香火伊的香火耐啦。古早时代，恁厝里拢香草烟，恁的厝阮遮都拢香布桥茶。阮的祖先是对广东梅县来的，12代来有德产，13代才分开。德产边离8人的拢种布姜较早，每一个城的头前都拢种有种布姜。这布姜规座拢我种的，即摆遮来的风要出来9月9那风啊，对啊，都种布姜来遮风。莫互风安尼冲入去菜园啊，风吹会起雨尔，起雨风若点风，伊就搁恢复倒转。除了互人家噪以外，家己拢袂死。我对布姜是较有感情，用途介侪种，阮遮山做者拢布姜。无布姜感觉讲怪怪安尼。这布姜茶，拢祖先传落来，阿公传互老爸，老爸传互阮，阮老爸就拢总用这咧做。阮这山布姜较济啦，拢用山顶的物件摕来使用阮哋。布姜茶的特点就是讲伊久耐袂惊雨，这若有时常在用落了哪落鱼肉哪筋骨哪好用，有阵时20-30担嘛在用。布姜的使用的习惯，到玻璃村还是推推相传。不过砂糖唔到合法的，第几下摆岛内迁徙同各族群老等乡下海的影响下。玻璃村变做的河洛客庄，不过老一辈的人还记得老祖公讲下的情形。这客话阮阿公阿小可会啦，到我遐来，阮就无啥会晓讲拢安尼拖来拖去，拢互老人拖去，拢袂晓讲客话的。即马都阮遮也有在要办啦，有唱歌啦，有讲客话啦，拢即马呾在搁咧学习啦。我嘛在学呢，我讲我毋捌字，你着爱念互我听吼，念了你甲我教唱歌，我就会晓唱，我就毋捌记我安尼在学唱的。638年莫改变638年莫改变。阮遮就是客人行较多，阮拢讲阮遮客人。即摆会可惜啦，较早咱囡仔毋捌，客家人拜袂晓讲客话。即摆食老啊，才知影讲爱需要爱搁复习倒转，讲爱来讲客话啦。学唱客家歌的张玉兰，唔单唱唱出歌词当中200-300年唔识改变的客家感情，咪同日常生活当中同一流里来的布姜文化相续下去。
当年青年班过后的一两周日，佢总会去上乡到布江的来做客吧，因为也是最好的时期。我来做早西布姜仔的，阿婆教阮做，阮安领就叫阮做这来做就对，做这布姜仔来做，姜较油吼，要白早西，较青脆，较油，较好扫啦。细机啊，啊若伤粗，痒痒扫袂行。啊，即摆爱有拍啊，拍我打互啊拍咧，讲晓啦啦，就要白扫西。布姜啊，阮遮人拢用这做宣传的，拍一礼拜，打会晓讲咧，就落了，啊，就变安尼。这有饮，别人茶无饮，这幼安尼会扫入汤。啊，别人茶就硬擦，扫袂行。啊，这扫嘛扫较会清，你看吼，安尼好扫。即马无啥人啊，无啥得用啊，较少。少年人若50、60岁啊，迄就有，啊，若佫囡仔就拢袂样做。哦，水，介水。布江的我本人拿去用到日常生活度上，唔单枪是抽屉器材，还那度是因为其简约耐用的特性。布江的分布到中国长城以南各省，中国有1多的农村同台湾共样，每都会利用布江的特性，拿来用到日常生活度上。我今年78了，我40、50岁就开始做到这儿。那原来58年的时候，俺庄上有个加工厂，那加工厂的那是编的专门编的这种家具。我从那时候我也跟着人家学的。俺俩一起开始做，都是50多的钱做了。为啥？家里困难，孩子们多，编点好花点钱。从以前古代都传下来的，各家各户都用，不管是收庄稼呀、拉粪弄啥都用里边了这。以前这蒸的馍蒸出来，木牛盘上木牛素这都是实的这搁放馍的。它因为它这一盒经常它肉瓤耐用，它就是不会断，是吧？甚至是会有那会磕着，它不会折，就是这。它肉瓤的很，杀菜杀蟹的时候更是柔软，这放到这时候都不老柔软了，就是这。要如果干了以后，就是硬实、强实，这就可以用好几年，哎，一般就有的用10几年。屋顶上那编的是啥？我说的，那编多大个片子，它沉到了地下，真鼓浪地上编了，编了以后抬到房子上了。用着木质的会生虫，一生虫一打也都是。它硬实，它搁住够了，它不会空，它戳不打它，时间长。那房子不塌，自个搁点儿。布江的有种农村同尤加利树村也有，渐渐的几百种的化学成分，较唔会生蛀虫，故说当耐用。到台湾讨厌新屋的真屋、火房屋，就还保留的用布江的帕来起屋。猎屋吼，猎头摆爱14岁，14岁出去猎屋，爱有10兄弟，大家合力就做，起好就3年。所以大家来讲，全部係自己兄弟做大，冇必殺。头摆年，他冇钱那个，他冇钱就自己打人奶砖，啊，奶砖大约得晒早，热哈，开上了不下来，送来哈，所以表演，嘿没有，那水搅，了，水搅面哈，热，一塌，头摆大刀是用牛那个。
用牛，用3、4只牛，就这样的抬来这个再牵着练到差不多2點鐘了。練好無個下到要練到無個面，哦，要變過要練300，練到夾落嘢就做得嘞。哦，前面，這角頭，哦，角頭當重要，少隻。cái con theo theo đó bố theo cái con theo khu ngõ phải không chúng ta làm gì rồi 田浪起前的田時，內轉要曬3日，等到佢走過後，長做的變面，變面過後又再過曬3日，就做得拿來結霜嘅。到傳統嘅客家莊，還有一鋪當鐵片，就是到別行加熱補強嘅。不要太大只啊，太大只没有好处的。頭擺吼，12、13歲啊，嚟講啊，所講，你補強嘅原理係咪啊？不然你因為跳個奶轉，我補強嘅跳啦吼，再變一條條標落去啊，標示講啊。佢唔會崩開來碰啊，轉嚟啊，佢唔會崩開那個啊。不講聽到就話哦，撇下，受傷人就講撇下啦，怕一路進來，哦，係用個不講撇下，係前個不個轉就不要落去哦，也唔會煮蟲嘛，佢都唔會，蟲看到就驚啦，劈到個肩啦，唔敢來啦，個轉嚟唔會扶。就幫人咩好好，從我哋阿母吼，條擺哦，幾件去70萬人咧，哦，全部用錢補償，當然係好好，有冇費就準備都有冇費，係好好70萬人咧，你係都講嘅有理喎，講也有理啦。除咗變我較主顧以外，補強嘅當鐵片嘅線。還做得同內轉呢，亞屋杜康嘅蟲嘅沙果，也都有土嘅蟲嘅腳跡，冇聽錯，也就係補強嘅做得撇下要來。到中國河南昌族嘅新昌市，20多年前發現龍山文化謎題所起嘅想象當中有用補強嘅，一特別係中原嘅中心地區。咩係客家文化嘅源頭，也代表補強嘅當做就俾人拿來使用。這個西泡面呢，是實際上就是北牆的西端部分，它和其他南牆啊、東牆它是一樣的，都有4000年左右。當時發掘是發掘的。地下部分現在已經都掩埋了，它的位置啊，基本上就在這一片，在這清理過程中間，它的泡面上就發現了用井邊或者竹邊呢當橫當頭這樣的一個痕跡。當時發現這痕跡以後，有2種判斷，一種呢就是井條邊，一種就是用竹邊。但是竹編呢，到目前為止，它這個傳統上來講，中原地區竹子是有的，它不是普遍的，不是普遍生長。因為井邊，只要是荒蕪的地方，井條是經常出現的取着方便，就地取材，所以推測啊，都是還是用井的這種可能性比較大。補強嘅係一類起現許多一類蔬菜嘅樹種，有當強嘅生命力，特別實驗。又早又營養唔賴土地，等到路上放太過後，補強嘅當腳就走到上地方，上到用。現在這個城牆這高處這些樹啊，它主要分2種，一種呢荊條樹，
另外一种呢是酸枣树，这个就是荆条树。这种轮子啊，它柔软性比较好，编织，框啊，编织这个篱笆呀，这用着都是非常好的。它握，它可以随便握，它都不会断。这个就是酸枣树。酸枣树呢，它这个茎干呢，没法利用，它是弯曲的比较狠。再一个人上头有这个刺，它的每一个节上都要长一个刺，啊，它的这个刺比较多。书里头写了，荆棘丛生啊，路道难行啊，都是因为一个是荆呢枝条发的比较多，人过着不好过。再一个棘就是酸枣树上有刺，啊，人过着了它老挂住衣服，你走着不好走，甚至挂到皮肤上，皮肤刺烂了。它两个就是有酸枣的地方也有荆条，荆棘，它俩就跟那个狼与狈一样，它俩都是生长的环境都一样，就是荒芜的地方容易长，所以它两个名字呢都混称为荆棘。经过的弯古仔的路上，一下长春岛离车标榜的上上，浓高高、落落壳壳的景象，看得出岁月的变化。荆条在古代这个刑法上，它一般在明代称为赤刑，一般就像这偷盗啊、辱骂呀，这在这生活当中的一些，在现在来说违反治安的条例这种人，才能实施以赤刑。如果要是比较严重的话，严重一点的话，就要打大板子了。用它做刑杖，在古代这个物质比较匮乏这个时候啊，用的比较广泛，大概可以追溯到殷商年代。那个时候都是这个用了刑具当中一般比较缺少，可以便于取、摘取，便于使用。荆条是韧性比较强，不容易折断。史记当中没有记录廉颇斧匠抢崔的故，其把代呢就会用补匠的作为刑场。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过后，客家老主公到东迁西塞的路途当中，青岛人没办法适应气候的变化，水土感到来旺盛。有人当好彩，用补匠的来以热度非常唔好，也就急诊，三冇想到发挥救命的作用。补匠的药用的好呢，就开始受到当代肯定，甚至有人认为所有补匠的就唔是匠，故说佢有很多补匠术，本人看作係救命术。补匠的名的清早出现喺西元12世纪，北宋有名的大臣苏洵手写的《图经本草》，係那作為神農本草經，同佢喊做小匠，主要係以筋骨間的寒熱、面目、尖刺、氣魄重、刺下力也都好用。廣東南向係客家老主公對梅關古土遷徙到珠江三角洲的重要路線，採替客家莊到今還會到田巷種補匠的，來做生活保健的用途。黄金头拍到片一片给黄金头啊，总有个老个子来熬出谁心的，你就无嘛椒苗噻，无给椒苗，无买米，搿就晒着了个黄金头用的，你就一买来些还熬到熟谁心，头到去5岁土到6岁土了，就放进酒盆眼，没到个多，就老师傅谁心，又舒服，冇冲到风谁心，总有个了，你老总有个是前外头又冇冷。很暖，在你穿衣服的时候就已经
有点想出汗，就是散发出热量的那种。可能是洗了那个水吧，平时的手啊也会比较暖，就是比其他人如果没洗的或者那些，我握一下别人的手，我的手会比他们的通常都要暖的那种。也可以喝一点点，可以去风，然后我也会喝一点点，反正就是非常暖的那个。不讲的龟头就做得拿来做药。照《本草纲目》的记录，不讲的头有醫頭風、蘇腳風的各種風，既其發汗也有功效。陳顯然未接常用不講的頭來斟酒，來幫助客人養生。放下房間頭時落嚟，就把個酒倒下去嘅咧。見到一天要嗰個手倒嘅那個炸身啊，嗰個房間頭。進嚟最少要進到1年了，每進到一時間一從3、5年、4年、半年就可以。進的時間一從就一好，搿進好那個時間咧，你就可以5到6年。追風啊，跌倒嘅時間呀，關節疼啊，腰眼白會疼就可以吹，5個講究來吹用啊。不講嘅食物養生文化，未到台灣新竹關西嘅客家莊流傳。今年93歲嘅張寬祿，未接常用不講嘅頭來煮雞湯，來保養身體。不講頭啊，是腦筋呀，腦筋頭啊你啊，你工業多的話冇買嘅啦，條南行就燉啊，熱氣重就燉嚟食。唔會唔好啦，限條藥房我進來做進食至進啲，當日見啊，咁咪食日見啊，日見啊，食日見都要補啊。細冇是呀，45歲噶就學到呀，牙齒行啊，前頭師傅學到其實教下嚟講嗬，呀條牙痛，會煩，人會煩，就燉雞啊，燉雞食。其實就唔會緊苦啊！冇看你繼續食啦，想說啊，可能你呢緊苦，然後伊過上來，就那換哦，所以下近來排骨啦都得，過到來搬裝落去，轉換嚟食啦。貴子油鐵啊，參落去貴子啊行線，油鐵是筋骨嚟，筋骨煮到出梅啊，看油梅嘛，油梅就好鋪嘅，呀。食落去。換嚟食2日就第個啊，有效冇效？親戚是反應啊。有人來了啊，來了講，哎，你會有乜嘢冇？條牙會痛啊，講下條牙痛我食乜啊？哦，還是為你講有燉雞啊，哦，燉雞燉排骨，只拿換嚟食啊。小藥好嘅哦，捱嚟食門小藥好。就係用不了愛啊，用不了愛種啊。跟煮子又不愛食，清香啊啲零下。我媽這啲不講頭啊，是有50年了。佢個樹頭啊，買到幾隻哈，其實雕啊個門筍啊，藤啊個木板門筍，雕呢比裁縫啊哈。啊，佢上一些其實拿下來剁，其實會偏頭痛啊，頭拿會不咬人啊。我媽是食啲哎哈，覺得哈不咬人都唔會痛嚟哈，一頭拿都唔會痛嚟哈，所以佢將從頭會買嚟食。食過後多兩下子會教下去，哦，兩樣咪食，哦，傳下去啊，傳本後背。冇啦，傳到2條啦。早上不講嘅。喺台灣醫道客家莊接上過一批嘅藥材，啲醫療衛生係蠻發達嘅時代，還適合寺廟可以開嘅從業嘅房子。以前啊，
农业社会嘅世界啦，因为科学、医学中国冇办法谈。他本人身体欠冇嘢，为了强势菩萨，哎身体欠冇，乜嘅原因哎菩萨如果講啊，咁根本嘅係咩5、6床嘅那只胃床嘅，也心床嘅也乜嘅安尼哎一路要開藥單嘅，也個感謝以前嘅老前輩啦。因為以前老前輩啊，農忙時節按摩下啦，伊都要幫佢來散放採藥嘅。如果佢講，家一件家藥嘅，乜嘅時間可以來採，因為也都要傳下來，一次有經驗嘅。採古來去係咩有地話，不會有奶咩奶都洗槍來咩？洗槍嘅以後都曬咩？天時候完全用太陽日光嗰啲做嗰啲溫度嘛腳下攏土就可能咪都要擺起啊，就會都安尼曬走以後去啊都可以吃的。用鹽糖嘅前玉牆行講到，用布匠嘅來以都市通嘅理嘅，也點同布匠嘅係救命術嘅講法，並冇乜嘅正差。啲布匠嘅以前有都市嘅18通嘅啊、樣嘅啊有個疊的咧。布匠嘅變咗慢，唔係走嘅裝古來都慢濕咩都篤啊綿咧都疊俾啲都市行啲咩疊俾時間都得安尼攞些食嘢嘛安尼，也都只講留在為你講啲都市嘅通啊嘛安尼。江中為主嘅行業都係打赤腳、落田做事。腳帶接上一本沙蟲來食，用布匠嘅來飼料係當時最普遍嘅方法。以前冇藥嘅啦，冇藥嘅查嘅腳帶嘅水嘅沙蟲，按照沙蟲是腳，在那個地腳地一動，動一動，出來就一動，那個很純呢，行路嘅錯解嘅，我叫下去我肚餓，所以講暗部就行醫嘅，出爆發呢，即幫布匠嘅啦，太紅錯啦，來安尼澆火，用南部嘅起火，安尼沖嘅差唔多要2點鐘就過，腳帶皮，那麼轉黃色，黃色依個東方啊，強方啊，那個果皮，冇以前冇果皮時節啦。風啊，行下都成嘅肉，成嘅皮盤啊！你等條河呢，等去做事等要多行。用布匠嘅葉分腳嘅景象，做住看唔到嘅。布匠嘅到農業社會嘅重要 TV， 未認真時代改變，冇睇咧。布匠嘅利用。唔單唱漢人社會有，係到台灣嘅人出名，沒有其他地位布匠文化。你說冇得不落那這邊是我比較帶我幹他一做，然後我整了說我歷史為幹嘛這些帶，你說了半年19萬，你剛整然後一個你pasal aja ni cahit tai. Lah avansonya sini tudo tazania ngada situela. Menunggu ca galio ina pasazwa nakam kasngala kiremo. Ca sidu doam na ayabna valida ni katsangal. 照排灣族嘅老早嘅講法，熱刺嘅習慣，除咗本單就有嘅神秘嘅風俗以外，沒有古雅詞嘅效果。也同神農本草經嘅記錄未合符嘅多。途經本草沒有記錄，姜木自發葉，通神見鬼精，分布到屏東縣赤山村嘅馬卡土厝。傳統上未同布匠嘅看作係接通祖靈嘅一項東西。請。
今仔日啦，就要来测伦敦，你就爱跟随阮来啥？今仔日我就是来遮测这加伦敦啦。这个物件呐，现在人在讲，就是在讲，这就是叫做步姜啦，步姜人听较有啦。阮遮我是拢安尼服务阮家己啦，嘛家来斗安尼啦。阮的病部族的话语就是加伦敦。加伦敦呢，迄就是神在救人，在借化在用的。这个物件有芳，这神的物件就是爱有芳的，爱会闻了人的清凉的。古早人就是安尼，安尼尔，安就介水啊，安就产生一个物件出来啊，安尼，安这就是伦敦，安尼，这俺代上传的，这毋是讲你要伫就会使。迄较早是土木技师啦，是像讲，我即马我就是伊的发言人，我记这，搁一个手号，搁爱搁一卡这个手指，我会当靠面唇来沟通，伊会当甲我传达迄个代志，这个代志安怎做，敢是对位。即马人治就无要紧啊啦，无要紧就是讲，我有甲讲，互恁治安啦。潘凤年喺教速度上创立第四台技师，22岁开始接别项职务。几年当中，用到的步枪诶，传统上就枪击做得去采取，现在到马卡托速，步枪诶系一等尊贵嘅生物。一顶草，伫个天看来，你是毋是滴一顶草？你是滴一个最高贵、最伟大的，这是一个宏观的呢。哎呀，巴塞多水，嘿，飘戏係馬卡托措嘅傳統祭典。主要係拜去落嘅蘇古神、仙姑祖，從而用請神嘅方式來表達內心對神明嘅尊敬。你就愛照這個代志做，你嘅物件若做唔好勢，這場你也袂當受傷啦。這就是阮嘅正祖、正病部族、正元祖。耶！都爱办好，行。耶呀！啊伊山玛卡丹那萨，啊乌达达，啊伊呀妈妈呀那伊呀达达那呀嘟，啊乌达达那呀。潘凤年吟唱等kend曲，塑造不管干。传达主人对从人痛下的心意，真情流露。不讲干是主人的象征，不过从事的人进来进社会。主人透过kend曲来传达，听起来真感伤。睇摇人诶，不讲摊，总算一出野味。对了。总名贵得唔得到上去看摇渡巷嘅情形。现在不讲摊，你系记得韩式世界的回忆。这个黄金树都已经被烧的都很多灰啊，因为它比较小只，所以它一直这样被烤，才会烧到白白的。我们这一次烧的这个黄金木啊，你看我们那时候刚采过也是这样完整的哦，现在烧了也是这么完整。哦，你看一般的木头是从一窑弄出来烧出来的哦，它们很容易碎掉。它的差别就是在那里，它的纤维比较硬，它的硬度要够啊。声音都不一样，哦，这种
木头不结实啊，所以很容易烧坏啊，会有很多皱纹呐。哦，这个黄金树跟一般的木头就不一样，你会拿来敲一下，叮叮叮叮，好像那个金属人一样，在互相给它敲打。比较清脆啊，这个啊，比较不会那么多声音，它啪啪啪啪，嗯。老人家就烧用这种黄金树在烧，还可以拿来煮饭用的哦，做一个炭饭哦，都可以拿来用。黄金炭比较耐烧，还有持久，不像一般的木炭哦，很容易就烧光了。黄金炭可以从开始到煮好一次就 OK 了。哦，这样可以放了。哦，我们就放这个黄金炭。就要压里面一点啊，让它在里面，然后释放它的味道。所以我姑妈在煮这种饭哦，以前都不够吃啊，让我们去吃啊，这样煮一大锅也是好几个兄弟姐妹大家吃哦，一下子就吃光了。有一个黄金的味道，跟这个米的味道哦，在这个中间真的，这个吃起来那味道，你慢慢去嚼，又甜又香。差不多8岁就开始吃那个，到我爸爸走了，他就我们还没有吃过这个。哇，好久60多年了，好几年了哦。Kan nagmahalo sa kiyang tanglero sang wakan nga ta. Tan mga ta si kaya zuma sang wakso ka sang tiyaga nung lingwal. 南平地区是传播客家文化的重要地区，是伊个客家庄年节时期，还是保留的利用不强的来打扮做美食的风俗。飘到搿个锅烧到灰，黄瓜头、黄鸡嘞，配合石头来，搿个撒点油个皮，那就一起包起来，就我浇到那个锅就把这窝头一起配下来哩，还是黄鸡头配嘛下淋到味素就好漂亮，把这窝头煮一个蒸头，搿就包到个灰里，就煮饭时煮个蒸头，包到个灰，就淋下去灰汤，灰汤哎，淋下去灰汤哎。头水滚枪米，头到味素冷了吧，就可以水滚枪米加盐那个米就捂到了，再把这味素汤浸到下午12点钟浸下去，到天天早上8点钟可以来起来就做就起来。臭皮样就浸下个米水，浸到今天早上就浸黄色的好凉，浸到就加出来就挖些窝头，再来浸到这个滚。过年就没有家家户户做过这些，这个麻糬好少人会做的，就是做个麻糬就好麻烦，要个这里淋到味素，又要来浸老米，又要来个那个蒸肉窝头浸了要来贵。过年就有那个就有麻糬呀，他们亲朋好友来用的，做到个麻糬团圆用的呀，就拿头来包到生意，个个亲朋好友用的，刚刚就好方便。这个包起家家户过年啊、中秋节啊、端午节啊、千牛节呀、情人节呀，还有一个牵牛棒呀，做这个包起，几千年的有，太全下去了。他们我就全国那个来这来用的，这里又再全下去几个这里来用，两个是太全下去。
毕竟分这个时间就看到俺做，就晓得做啊。两个人的他妈妈俺老用啊，就晓得几个姑娘啊，那个人也晓得做啊。两个人也太穷太厉害，也太穷太厉害了，几千年、几百年给。一直到今，广东南雄的客家庄，还在同布江文化保存得当好。在台湾的玻璃村，除了商业班、娘新店的客家礼俗以外，也都用布江的习惯，就像客家老祖公的神法再现。你看，这拢啊，较袂拗，这有哪几啊年啊？这拢布江的茶，较好行。阮囝是知，阮孙毋知。若有兴趣，我就甲因讲啊。我甲讲布江的用路吼是足好，我会安尼甲讲啊。这迄有哪有用，骨嘛有用，逐项拢有用。布江的就是拢有用就对哇，拢好用。较早都无迄蠓仔水啊，往迄内底分蠓，迄蠓是真高。迄牛条牛蠓仔嘛介高，嘛爱加分，互迄牛会困哩。是安尼分爱演死个，迄落迄蠓就是毋爱来，伊就走，会赶走啊，会怀念啊。张玉兰的一生都有不强的，故说家嘅事业充满的芬芳，也咪係伊度上一邊人同不強的共下生存的生命記憶。日夜來思念，來往心中宿命啊！可見的人生路連。幾下千年來，看起來唔大年的不強的，皮蛋老祖公肩上愛寫，佢去品嘗，又感人內容，乃就切到，功效又安多，講佢係救命書，確實有用。對以後到現在，不強的還係皮蛋無窮樣的族群，講得代代鮮美。落腳土地的故事。